學佛60問嘅第10問，超度係超越緊啲乜嘢，度過緊啲乜嘢，而念經做法事又係咪迷信呢？超係指超越苦海，而度就係將亡者由痛苦之中拉出，喺六道輪迴之下嘅苦趣咧，上升去到一個更加好嘅地方。咁佛教絕對相信超度係有用嘅，但係超度並唔係真正嘅主力，而係亡者本身生前所累積嘅善業。咁喺超度過程之下咧，法師所做嘅功德咧，以地藏經嘅講法，亡者就只係拎到1/7，另外嘅咧係做功德嘅嗰個人嗰度。咁而更加重要嘅咧，除咗法師去念幾多經之外咧，而係家人付出嘅善心，佢以行為去回向翻俾亡者。咁例如佢做嘅善業、布施、食素，去回向 send 翻俾亡者，亦都係非常有用嘅。咁而另外最重要嘅咧，就係時間。最好喺亡者臨終之前咧，喺佢神色仲係清醒、非常恐懼嘅時候，用佢嘅名義將佢一啲佢重要嘅嘢咧，捐俾有需要嘅人，俾佢知道你為佢種下咗善業，希望佢得到安慰，希望佢心境可以更加光明平靜。咁同一啲更加好嘅地方相應，呢個亦都係最好嘅超度。咁而另外咧，超度唔一定係俾亡者嘅，為人破除邪見，喺佛法嘅正見之下去修行，都係一啲現世超度嘅方法。下集再見。